现任台南市商会理事长林世杰以着政治素人的姿态，投入民进党市员的初选，为着要甲选民面对面沟通，3号这天特别选伫咧安平林济殿庙前来举办着政见说明会，吸引着大批支持者前往听取。 市员参选人林书记为了向支持者说明家己的政治理念，3号伫安平林济殿头前举办新力量安平做伙大步行的政见说明会，会中邀请名嘴吴国栋、高雄市议员陈正文以及台南市员郭清华出面徛台。另外一位重量级的助选员，第一摆参选市长初选的立委黄伟霆，嘛出面向乡亲推荐。确确实实。 将商业会的整个的会员的权益，咱台南市整个的这个商业的机会，以及免进行咱的商业，来做最好的。我想，因即会当有这个机会，大家拥护讲好啊！你理事长，你讲啊济，照顾我济，你干脆来做议员啊！来安尼会当照顾更较济的咱的百姓，毋若是咱替咱商业界发声。 嘛，替咱各行各业发声，甚至爱替咱的基层的百姓发声，你讲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未来台南市的市政，那阵伟霆啊，3月初5，民调我都提名到，伫年底11月24的大选会当顺利。未来咱一定需要像书记啊这样啊优秀的议员。 来替大家服务，来替市政来斗发声，你讲对不对？看到各界遐尼侪人收听，林书记表示深深的感动。未来若当选，一定袂辜负选民对伊的期待。咱嘛看到，咱的人口一直咧流失，嘛无法度来解决。咱嘛看到咱地方会当发展，但是伊发展非常的慢。书记知影讲要解决这个问题。 咱一定要透过公权力才好度解决。我热爱着，我对咱的家乡有真深的感情。我嘛希望各位咱遮的长辈时代，甲我收听，甲我支持，互我有一个机会，会当为咱的地方，甲为我的好朋友，甲为我所参与过的团体，对我有寄望的乡亲，会当来做一寡代志。 林书记竞选团队表示，2月11号礼拜伫南区北极点同款有一场政见说明会，欢迎市民到时踊跃前往听取，做伙大步向前。电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。现在上场的是 BB 宽屏，这一次能不能打破纪录呢？标枪投出200枚 ，BB 宽屏200枚，每月只要850元。 还送500元礼券，2月送200元看片金，再加19个 HD 高画质频道，还有追剧亲子包2个月，好康超值多享受，就在 BB 宽屏。